我是要用这个还是要用耳麦？用这个。OK。好，抱歉。喂，各位亲爱的姊，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在冷冷的天气，咱有一个热情的心来到上帝殿中，来甲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看到你。感谢主，咱会当三甲做伙伫个热情内底，同心来敬拜。这是咱三甲做伙为几样代志来祈祷。有缘咱为着台湾的疫情，伫主的面前来感谢，因为伊的疼痛甲照顾，咱得到保护，为着这来感谢。咱这时也特别为着全台湾伫这个圣诞的季节，全球伫这个圣诞的季节内面，有缘仰望上帝亲自施恩看顾，互咱这个世间欠缺平安的日子。会通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得到平安，所以为着咱基督徒伫这个圣诞的季节，会通更较勇敢、更较济回应上帝的疼痛，来报传平安的消息。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第三，咱也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教会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仰望主，互咱的家庭、咱的教会，真正是伫上帝引带内面，真做一个听祈祷。传福音的教会，听祈祷，传福音的家庭，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主，阮的上帝，我们会感谢你的疼痛，甲阮三甲同在，保守阮伫这个日子，互阮倚靠主，你心中有亏咱。主，阮特别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怜悯伫阮的身上，为你伫阮身上所成就一切美好。主，阮来感谢你。你是主是上帝，看顾世间人；你是主是上帝，引带每一位你的百姓行伫你公义正直的道路上。也阮的主，阮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土地得到保守，阮向上帝你献上感谢。主，阮宣告这个土地是耶和华上帝所看顾的。阮宣告耶和华上帝的能力要大大来护庇这个教会，互这个教会伫上帝你的保护甲照顾下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阮也搁再一届为着家己来祈祷，互阮诚侪一个听的人，一个会晓伫祈祷内底甲主你相同行的人，诚侪一个报传好消息的百姓。主，伫这个城市，伫这个国家，伫全球，就是你赐予阮徛起的这块土地。主啊，阮伫当中有真侪这的欠缺，有真侪得罪你的所在，就是我家己也定定。会偏行家己的道路，言语会无准确，心思意念会无准确，或者是知影你的旨意，总是变单，或者是伫心中家己自我的骄傲，你到无行上帝你的路。我的主，我的上帝，你亲自赦免我拢总的罪过，也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无论是心灵的疾病，或者是肉体的疾病。主，你拢医治我，并且为我做清洁的心，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为主，你赐福我徛起伫地面上的日子。主，为着我家己还阁存留的年日，我甲家己放伫你的手中。圣灵啊，求你亲自来帮助我，赐恩于我，互我照你的心意来行。伫你欢喜的日子，伫你互我徛起地面上架脚的日子，主啊，帮助我。来怜悯我，并且来路用我，通互我伫主你的面前，主真正是得你的欢喜，互你的心意，就是你创造我的目的，能通完全成就。主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扶持我，互我无落到伫家己的网络内面，乃是互我徛起伫上帝你圣洁、你的恩典、你的救恩内面。甲主你三甲同行，感谢主将荣光归予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疼痛甲照顾，过去的年日一直到如今，引带阮所有的路，伫你赐福看顾的日子内面，阮用着敬虔甲感恩的心进入上帝你的殿中。主，阮仰望你的疼，亲爱的圣灵，恳求运行伫阮内面。保守阮，照你的心意来引带阮，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孝顺家己的日子，互阮用敬虔甲感恩伫上帝面前献上感谢祭甲平安的祭，互阮得听主你的声音，伫
定定做主你所欢喜的工，就是照主你活伫地面上的日子，你安怎样活出上帝的心意？恳求亲爱圣灵帮助阮，互阮也安尼活出天父的心意。阮恳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来，请上节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主，互咱来到主的殿院内面，咱的心就欢喜着跳。感谢进入上帝门，乐进入伊的院。哈利路亚！这是要来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是中大升学主日，感谢着代表院长莅临本会来进道。请兄弟姊妹一同关心支持中大升学院逐样的事工。咱即是用拍鼓仔声来欢迎着代表院长各位夫人，感谢因莅临咱的教会，辛苦。第二，教会赠送这2022年这个年度月历，每一个家庭做一个单位，要赠送一本。请兄弟伫主日崇拜后到招待道来登记领取。第三，今仔日下晡1点伫教会3楼要召开12月份登记植树会，敬请植树同工有备心一同参加。第四，今年2021台南圣诞点灯活动要伫今仔日来举办，时间是下晡3点到下暗8点，有圣诞闯关的园游会，暗时6点半圣诞点灯的暗会，地点是伫和乐广场，伫咱的中西区中正路343至20号，敬邀兄弟做伙来参加。第五，台南 YMCA 将要伫12月12号礼拜日下晡2点半，伫台南市文化中心假日的广场来举办圣诞联谊会，敬请兄弟共襄盛举。要参加的会当去招待道来索取迄个摸彩券。第六，12月17礼拜五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来举行，请兄弟有留时间来参加。做伙来为城市去祭坛来守望。第七，12月26圣诞主日将要举行洗礼式，愿意接受洗礼的，请向牧师报名。敢有补充的报告？无，咱即是请敬拜团要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们。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一切所创造的拢得欢呼而乐主。哈利路亚！因伊主爱永远长存，所以咱就来颂赞，将荣耀归乎咱的主。兄弟姊妹，咱请咱起立。感谢耶稣，颂赞主耶稣，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颂赞主耶稣。永赞主耶稣，愿荣耀归主，地高永永远远。一切相都阿门主，地高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永赞主耶稣，愿荣耀归主。
来祈祷，哈利路亚！就咱来感谢开嘴，用声来祈祷，献上咱的儿乐的祭。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感谢你，予阮有气息。多谢你，予阮有佮予你留予阮的活命，通来吟唱。对世人当中，袂当来唱歌学落你。就是你会当救赎你的百姓，在你生命中来传扬你的圣尊名，来保养你的奇妙作为。我们感谢你，当我要有个气息时，就对我的北中要唱出迄个对你感谢，要对你的儿女，愿荣耀颂赞归荣耀予我的荣光的上帝，满了荣耀的上帝。愿你会答阮大家儿女，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每一人要开声来感谢，对阮的心内面来感谢你，上赞主耶稣，上赞主耶稣，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啦，最高永远王我哈喽。愿你会来面见百姓，伫伊面前的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心啊，我得听候你。我心安静，要知影耶和华是上帝。阮有着跳，阮有欢喜伫你面前。当阮安静伫你面前，阮就知影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听候你，亲像过暝来好天更共款。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你。耶稣是阮无所情，旁的怜悯稳定甲我用，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乌米淡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你早是乐耶主爱，只有伊是我的接伴，我的真拯救，我的关怀，我的力量，摆了一切，你的帮助是对伊来，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高米淡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你早是乐耶主爱，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你，来告主是阮无所情，旁的怜悯稳定甲我用，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光米淡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你早是乐
主爱，只有伊是我的接伴，我的真拯救，我的管带。平静摆的一切，我的帮助是对来，我要忍耐，等候耶和华，亲像过米蛋天光，在暗时。情在伊身世，你才是恶人的主啊！咱前要伫主的面前听候伊，就咱所挂念的，等候伊，咱的忧虑一切歹的、负面的，拢交予伊，换来伊的信息。当咱听候伊的时，一切良善美好就要产生出来，一切奇妙的代志。作为，特别对天降压落来。要听候耶和华，上帝佮讲，要听候伊。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你，来告主是阮宝这件因你稳定到我用，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高米蛋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你才是乐意的主爱，只有伊是我的接伴，我的拯救，我的管带，只有伊是我的一切。咱甲伊唱做你，只有你是我的接伴，我的拯救，我的管带，只有你，伊平静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你来，我要学习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中望你，来甲主是阮宝这情，含伫怜悯稳定甲我用，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高米蛋天光，伫暗时称赞你，称赞你信实，你才是乐你的主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咱每一个听候耶和华，都要重新得快乐，要领受主的启示，要有伫听堂内面，伫基督听候当中，要为主出去传福音，并且要甲五谷收回来。阿门！来，咱哋今摆做伙来亚敬，做伙来收歌。清早起也先静，用仁爱搁虔诚，用到起也先静，到暗也无停。听候五谷成熟，进来等候收成，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好天气也先晴，用心放个天性，用得天风雨也继续进行。你那重新做工，将咱摊开收成，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每日起也先静，为主乐个真正，中中随老马赛，心心相也深。当甘蔗最清澈，准备欢迎接派，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清早起也先晴，用仁爱搁虔诚，用到起也先静，到暗也袂停。听候五谷成熟，进来听候收成，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听兄弟姊妹来祈祷，伫这个盛大的月当中，检查耶稣毋是伫11、12月来出世，总是咱知影，咱伫每一组有80套的邀请的福音的地会，伫盛大传福音当中，每一组拢真认真，甲遐要邀请的人，拢放伫咱的心内面，拢有列出那个名单，咱为着咱要邀请的对象，每一组你为恁组要举办的这个福音的盛大的福音茶会，咱大家齐声来为遐人来祈祷，为遐提名来祈祷，请。哦，耶稣，感谢你。那在福音小组的里面，还有主啊，我们邀请到的素秋，主我们邀请到的赵小玉，主我们邀请到的这些儿属，主耶稣，谢谢你玉凤，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喜利。主啊，在美酒当中，有列出了许多你自己一起你请主邀请的对象，这着每一组兄弟姊妹，你正日路听人灵魂的心去邀请的对象，伫每一个无同款的时刻，所要办的这个圣诞的福音的大会，主啊，愿你圣神伫遐里来做工，伫阮的内面听人灵魂的心。
哦，你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愿万人得救，无愿意一人沉沦。上帝啊，互阮了解你、听你。哦，主啊，你是阮的上帝的事，阮着听从你的话。你怎样讲，阮就怎样行。主啊，完全的信靠甲顺服。哦，就要享受迄个五谷收得当来喜乐。哦，当阮看到一个人。信靠你，归应你的事，迄个喜乐是何等的大！啊，咧总是阮着爱野性，总是阮着爱努力。虽然流汗和流目屎，总是阮总是让看到迄个修行，并将荣耀归上帝。哈利路亚！好，主，阮伫圣诞里面看每一个组，拢要将五谷收得倒来。哈利路亚！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大家欢喜快乐。那拍谱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来拍谱来耶，五谷收倒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倒来。继续来吟，欢喜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倒来。祝你应允愿，互阮会当出去也好经济来收割。祝你施阮人民帮助阮，伫阮工作的日子，互阮更较对齐你的心意，知影你的时阵。就照着你所应允，趁着日时，趁着阮抑阁有能力，趁着阮抑阁有影响力的时阵，阮着赶紧做工。因为黑暗暝若到，阮若无气力。阮若衰烂，阮若失去影响力的日子，遐会变做阮就啥物拢无法度做。总是主，你是信实的上帝，是活活的主。你要甲阮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上，互阮伫主你家己稳定甲疼痛的内面，行伫你公义正直的路，互你家己欢喜的心意成就伫你百姓的当中。主，阮的上帝，阮仰望你，继续使阮人民帮助阮，互阮活出君尊祭司的身份，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活出上帝你所欢喜伫阮身上所互阮徛起位置的身份，通互阮伫迄个身份内底活出上帝你逐样的荣光，通互即世界的人、伫世代的人对阮的身上。看到上帝，你家己伫阮的身上显明，因就欣赏阮互上帝所得到，阮甲因甲阮拢会通同齐来侍奉敬拜上帝。阮将一切颂赞、阿乐、荣光归予你，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是同齐做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金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亲爱兄弟，请坐。阿门。咱继续要来看课英文，我来课兄弟来用和三甲来上读。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过工的，就毋是牧人。羊毋是伊家己下。伊看见人来了，就放着羊逃走。
龙掠条羊，赶散了羊群。故宫袂逃走，因为伊是故宫的，并无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捌我的羊，我的羊嘛认捌我。才亲像爸认捌我，我也认捌爸共款。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毋是即个调来的，我必须甲因带转来。因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捌因，因也对着我。我阁赐予因永生，因就永远无灭亡。谁也袂当甲我手内甲因夺去。我爸甲羊赐予我，我比万有搁较大。谁也袂当对我爸手内甲因夺去。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请牧师介绍。咱感谢上帝，真欢喜今仔日伫上帝恩典厅堂内底，咱圣教会一直对着中大新学院，就是咱的新学院，一直有支持。每一年咱会伫其中有一个主日，就是为着中大新学院来款募。今仔日咱真感谢上帝恩典，院长亲自来到咱当中来，甲咱请安，来甲咱分享关怀中大的需要。咱搁再一摆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院长。好，谢谢。我们平安喜乐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谢谢廖牧师，也谢谢我们安德圣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有一个中台主日。感谢安乐圣教会，互咱今日有一个中台主日。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的信息是要讲真道中谱。今仔日咱讲到的信息是真道的中谱。我先说一个小故事。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士兵被派到他们国家边界上的，那个边界一个岗哨上当下午班的站岗的守卫。有一个兵互人派去因的岗哨迄个所在，伫遐尼来徛卫兵，是下晡班的卫兵。他第一天下午去了站岗，看到一个老先生推了一个脚踏车，然后就要过他的岗哨。伊第一天去伫遐徛卫兵了，看到一个老大人伫遐尼塞一台车要对伊迄个所在遐经过。那个车上就带了一个袋子，里面就通通都是沙。即迄个袋仔内底有一个袋仔了，迄个袋仔内面底全部拢总是沙。这个警卫就怀疑说，这个不可能都是沙吧？怀疑他走私，所以就要去翻沙子。这个卫兵呢，伫迄个所在就讲奇怪，这无可能是干那这沙尔，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想讲来甲伊调看卖啊，无可能是干那这袋仔内底拢底沙。他用那个小铲子翻，什么都没有翻出来。伊就用迄土钳安尼一直甲敲，但是内底就真正拢总沙尔。我第二天下午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遍。第二天的时阵，佫有遐经过。后来每天都发生。了，逐工拢为迄个所在经过，拢是底沙。每天去查都查不到东西。了，这个呢，卫兵呢，一直拢唔知影到底奇怪，那这个人是安怎？一下子过了3年。安尼目一年就过3年啊！这一天的下午，这个警卫又在他的岗哨上，又看到这个老人过来了。这一天的时阵迄个卫兵佫伫迄个所在，看到这个老人安尼摕着一个袋仔底着沙，佫威胁过来啊！他就说：“我今天要退伍了，老先生，我一下班我就拿了行李就回家了。”伊了后就甲伊讲阿送啊，我去拜托咧，我今仔日我已经就要退伍我下班了的时候，我就摕着我的退伍令我就倒转去啊。可是有个问题如果我不问就没有机会了，希望你能告诉我。总是我有一个问题，即使我今仔日若无问后届我就无机会啊，所以呢，敢会当拜托你甲我讲一下。老人说好。
迄个老大人讲哦好，然后警卫就问他说：“我怀疑你走私，你到底有没有啊迄个卫兵就甲伊讲哦，我怀疑你咧走私，总是呢我查袂出来你到底是有啊无？”啊？老人就迟疑了一下，就说：“有。”迄个老大人吼，就安尼伫遐顿呆坐了，就讲警卫有说：“警卫说，可是我天天查都没查到啊。”了，迄个卫兵就伫迄个所在讲，总是我安尼3年来，逐工拢甲你查，毋过我都毋知你咧走私啥。你在走私什么嘛伊？就讲你咧走私啥。那个老人就小声的说：“脚踏车啦。”迄个老大人就讲，真细声讲，我咧走私脚踏车啦。我在学校里面教书当老师了，大概40多年，快50年。我伫学校做老师教册已经40-50年啊。我的学生从国中一直到博士，有的学生对着高中一直到博士啊。每年都会看到新生入学啦，旧生那个就是毕业生离开学校。我也都看到新的学生入来，旧的学生也离开学校。现在在中台，我看到我们的毕业生他们出去了以后要建立教会。我即摆伫中台看到咱的毕业生了后，对着中台出去要建立教会。我知道他们将来可能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头衔。我知影因将来有真济无共款的头衔，但是他们一生最好的头衔是传道人。但是因一世人上介好的头衔就是传道人。传道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了中道，要传扬真道，要坚守真道。传道人上介重要就是要学习真道、传扬真道、坚守真道。而国家的边界上还有一个故事。国家的边界顶面，还有一个故事。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面，在那个一次战争里面被敌军占领了。伫一个真偏僻的所在，迄个砖头互敌人的军队来甲因占领。村民们被迫要到教堂来集合。这个村民呢，爱出来到伫礼拜堂迄个所在伫遐集合。敌军就把墙上挂一个耶稣像拿下来，然后丢在地上。了后伫迄时阵敌人就将着迄个礼拜堂耶稣基督的像给摕出来，甲伊放伫涂骹。他叫那些村民一个一个从像前面走过来。了后伊就互这些村民拢对迄个像迄个所在安尼一个一个行过来。走过这个像的时候呢，你要吐口水，然后才能过去，不然会被枪毙。你着对迄个像迄个所在行过的时阵，你着爱对耶稣基督的像给配水烂，为遐行过，若无你会用枪杀。现在那个村民一个一个排队走过去了，安尼砖头过来，对，砖头百姓一个一个对迄所在行过。第一个走过来的就是一个长老。第一个行过去的，就是一个长老，教会长老。他怕敌军没看到，呸吐2口。伊看到伊真惊这个敌人的军队无看到，所以就伊毋是敢若呸一啖，伊是呸2啖。如果你也排在队伍中间，了后搁排伫队伍中间。轮到你的时候，你还会怎么办？若是你排伫队伍当中，轮到你的时阵，你会安怎？你会做同样的动作吗？你敢会做同款的动作？你怎么用你的神学？你怎用你的神学？那个像是人画的。迄像是人的画的。没有人看过耶稣，那个是想象画的。无人看过耶稣，所以迄像的是人用想象来画出来的。人手画的是偶像。人手所画的是偶像。神是个灵。我相信偶像的灵。神是个灵，上帝是物质啊，那个画像是物质啊。上帝是灵，所以迄个画只不过是一个物质的尔。但是你说，哎呀，吐口水不是罪了，就算是罪，耶稣赦免一切罪。我知影配喙烂这毋是罪啦，但是配喙烂是罪总是安怎耶稣嘛会赦免人的罪啊。好，第二个走过去做了同样的动作。第二个行过嘛，同款做同款的动作。第三、第四安尼行过。第5个走过来一个小女孩。第5个行过一个细汉的查某囡仔。他走到那边，把那个像拿起来，然后拿他的衣服擦干。了，伊来到迄个时阵，来到遐个时阵，扶落去，把迄像摕起来，了，佮把迄个烂人的喙烂，用伊家己的衫甲伊切掉。他把那个像抱在他的胸前，跟那个士兵说：“你枪毙我吧，我愿意为耶稣而死。”了，迄个查某囡仔就甲迄像揽伫胸前，讲：“你甲我枪杀好啊，我愿意为耶稣基督来死。”那个士兵在他面前就举起了枪，瞄准了他。迄个士兵就伫迄个所在甲枪举起来，对准这个查某囡仔。军官说：“停！”了，迄个时阵，军官讲：“动咧！”除了刚才吐过口水的4个人以外，其他人到教堂外面排队站好。除了迄个4个摊拄仔甲
这个上配谈配烂的以外，剩的这人出来外口徛咧。大家想完蛋了，完蛋了，因大家想讲啊，这声惨啊，死不知道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过来唔情。知要发生什么代志啊！他们排队到了教堂的外面，因就出来礼拜堂外口排队，在外面忽然听到教堂里面有 “biang biang biang biang” 4声，忽然间啊，听到教堂内底啊有4声庆声，biang biang biang biang，那个军官走出来。迄个军官行出来。一个人不能对今天的信仰忠心，将来不会对新的制度忠心。了后，伫迄个当中啊，这个军官就讲，今仔日一个人无对伊的信仰忠心，将来伊就无可能对新的政府忠心。今天的信息，真道中仆，盼望我们一生做一个真道的仆人。今仔日的信息，真道的忠仆，望咱一世人拢会当成做真道的忠仆。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45节。三甲做来读马太福音24章如果你有45节。圣经，你可以拿出来。即说咱若是有圣经，咱会当摕出来。等一下读完，你也不要合起来。等你读了的时阵，请你暂请慢声甲伊扛起来。你可以在信息分享的时候看一下它的上下文，我会一直用这一段圣经。伫信息的顶文下文内底相关的经文，咱会一直用这段的经文。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咱三甲做来读，请。像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厝内面的人，教是分粮福音呢？好，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这节的圣经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现在很多的灾难不断来的时候，特别是伫今仔日灾难不断咧发生的时阵，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搁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他要用这一节的圣经来分辨他的仆人怎么侍奉。主要用这节的经文来分辨伊的奴仆安怎样服侍。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一节圣经，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总是咱要了解这段经文，一定爱看伊的经文的顶面甲下面。因为耶稣自己用他的上下文解释这一段圣经。因为耶稣是用伊的经文的顶一段甲经文的下一段来解说这句的圣经节。从这一节开始，耶稣讲了3个比喻。对这节开始，耶稣基督讲了3个比喻。我们都知道有管家的比喻、童女的比喻和分银的比喻。在这当中有讲到着这个管家的比喻、童女的比喻，以及这个分牛的比喻。分银，对。好，这一句话的上文就是橄榄山的预言。这段经节的顶段的经文，就是橄榄山的预言。橄榄山预言什么？橄榄山预言什么呢？预言人子再来。预言人子要搁再来。那耶稣是要在说什么呢？那呢，耶稣基督是咧讲啥呢？所以在上文里面，耶稣说了。所以伫顶段这段经文伫个所在，耶稣讲了。人子兆头要显在天上。人子的兆头会显伫天顶。人子要驾云降临。人子要驾天顶的云降临。还有一句话，人子近了。还有一段话，或者人子已经近了，在门口了，已经伫门口了。所以到了24节的时候，他说：来到24节的时阵，安尼讲，所以你们要预备，讲恁得要准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因为伫恁想袂到的时阵，人子就来了。然后才是25节，然后耶稣说了3个人子会来的比喻。了，伊个所在才是25节了。耶稣基督伫当中讲了3种人子要来的比喻。可是从耶稣问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开始，到后面那个一直就看不到人子了。但是对着耶稣基督讲，什么人是忠心照时间分粮食的人？这节经文出现的时阵，对后壁的经文都拢看袂到人子这个字了。那个人，这段圣经，你如果看到后面，会到25章的30节。这段经文你若继续甲伊看，看到差不多30节。那3到30节，那一句是说，恶仆会哀哭切齿。伫迄个30节的时阵，讲歹奴仆也伫迄个所在哀哭切齿。这一段圣经里面就都看不到人子。伫这段经文内底，你拢看袂到人子这2字。人子是耶稣他在世的时候的自称。人子是耶稣伫地面上的时阵谦称家己。我们看到在4本福音书里面都有人子。
第4本的福音册内底，拢总有讲到人子这个字。但是从新约书信啊这些以后啊，都没有看到。但是对安尼以后，是新约圣经内底对单以后，就拢总无看到人子。一直到圣经最后面启示录的时候，人子又出现了。一直到落尾手的时阵，到到启示录的时阵，咱才去看到人子这个字才去出现。这说明什么？这个时阵你安怎样看？说明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人子不在的时候。这就说明了，对着使徒的时代，一直到基督搁再来的中间这段是人子无伫的时阵。那这一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忠心做仆人侍奉的时刻。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侍奉的时刻。安尼就是咧讲，对着这段时间无称呼人子的这段时间，就是咱应该爱服侍，就是人子无伫的时阵，咱咧服侍的时刻。在耶稣那3个比喻里面，他没有说人子，但是都有主角。伫这3个比喻内底，耶稣拢无讲到人子，总是讲到拢总有讲到这个当中的主角。谁是主？像是主角，耶稣是主啊。耶稣是主角啊。那他这个比喻，这3个比喻都是在用那个比喻里面的主人，在表明他现在的不在。但是伫这3个比喻内底，拢讲来表明迄个主角、迄个主人，就是讲到耶稣伊家己本身无伫的时阵。在管家的比喻里面，耶稣是那个家主，然后把他的家产这些交给他的仆人以后离开了。好管家要代表他。管家的比喻内底，就是讲迄时阵主人已经无伫了，所以主人将着所有的这个产业拢交代予这个管家。所以管家是对那个离开的主要负责任。所以管家爱对着迄个离开这个厝里来的这个主人爱负责任的。童女的比喻里面，耶稣是那个新郎，然后童女要用预备在等候他。了讲到在色女的比喻的时阵，迄个新郎就是主耶稣。总是讲到这个在色女必须要伫迄个时阵来听候这个新郎倒转来。有预备的，就表明是对他的回来是有信心的。有准备的是表明了，那是就是对着伊倒转来这个代志是有信心的。分银的比喻里面，耶稣是那所有的产业的主。分着这银两互因的这个比喻内底是讲到耶稣是所有产业的主。他把那个银子分给仆人以后，就出国了。伊将着遐银两来分互这个奴仆，伊就出国去啊。那个仆人就要用他的银子来做生意，然后呢，表明对他的尽责。这个时阵这个奴仆必须就爱将着因所收到主人的这银两摕去做生意，来表明对主人的对伊家己的这个尽责，伊的责任应该爱用尽的尽责任。如果从主人的角度来看，3个比喻都在说明人子就是那个现在不在的主。即使若是对这3个比喻来看，人来看的时阵，人子就是咧表明。现处是无伫这当中的主人，就是主耶稣。我们都是仆人，咱拢总是奴从仆。仆人的角度来看呢？对奴仆的角度来看呢，3个比喻都是告诉我们，主人回来之前，我们仆人应该有什么态度。拢是咧甲咱讲，伫主人还未倒转来的时阵，咱做奴仆应该有什么款的态度？在管家比喻里面，2个仆人。伫管家的比喻内底有2种仆人，一个是忠仆，一个是恶仆。一个是忠心的，一个是歹的。管家是照管神的家，管家是照顾上帝家，神的家就是教会，上帝家就是教会。所以耶稣是教会的主，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那这就是主对教会的信息，这就是主对教会的信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人的仆人。”主耶稣讲：“恁什么人伫当中愿意做大，伊就大心爱做人的奴仆。”所以他讲的管家，那就是变成做仆人是服侍。所以讲到管家的时阵，伊就是咧做奴仆，伊就是咧服侍的。那不是用权位去霸凌人，我是执事，我是长老，我是什么？伊毋是用到伊的关系，伫迄个所在讲我是执事，我是长老，伫迄个所在来欺负别人。所以忠仆如果是忠心，他叫服侍人。那设使一个忠心的奴仆，安尼伊的忠心就是表现伫咧服侍人，服侍神家的人。
服侍上帝厝内面的按时人。分粮关怀他的家人。照时分粮食，互人了关心伊厝内面的人。2个仆人，有一个是恶仆。两种仆人，其中有一款是歹的奴仆。现在主人不在，结果他动手打人。伊趁到主人无伫的时阵，伊就出手来拍人。还交酒肉朋友。伊佫交一寡酒肉朋友。但是主人是会回来的。但是会记哩，主人是会倒转来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会给那个宗仆新的权柄。主倒转来的时阵，会向忠心的奴仆，互伊一个新的权柄。给恶仆严重的惩罚。对着这个歹的奴仆，就严严来甲伊处罚。我们对主的忠心是看我们怎么彼此的服侍。咱对主的忠心，就是看咱安怎样来服侍咱的主。如果你的言语对其他的仆人有伤害，那是对主的不忠心哦。即使咱的言语若是对别人有伤害，安尼其实就是咱对咱的主无忠心。在童女比喻里面有10个童女，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在这当中，在色路的比喻内底有10个是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大家都在等候新郎。大家人拢伫迄个所在听候新郎倒转来。从新郎的眼中看，只有2个童女。对新郎的眼中来看，只有敢若有2个这个在色路。一个是愚拙的，一个是聪明的。一个是聪明的，一个是咧动戆的。那个愚拙的童女知道新郎会回来，迄个动戆的在色路，伊伫迄个所在知影新郎会倒转来，期待他回来，伊嘛伫迄个所在期待伊也去迎会倒转，接他了，伊嘛去迎接伊，他也拿了灯了，伊嘛有摕灯啊，可是没有油，但是无火啊，无油啊。最后主对他说：“我不认识你。”最后的时阵，主甲伊讲我毋捌你。那个聪明的童女呢，一样的迎接新郎。迄个聪明的在色路共款去迎接新郎，但是他有预备油，但是伊有准备油。你知道等候也许会很长的时间。你敢知影？听候有可能是真久长的时间。就像我们刚刚在赞美来敬拜的时候那个等待。就亲像咱谈拄只吟诗的学乐敬拜的时阵，迄个听候。那个忠心是什么呢？迄个忠心是什么呢？我相信主一定会回来。我相信主一定会回来。我要为他回来做好预备。我必须要为着伊要倒转来做好我的准备。好，分银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那所有的银子其实都是主的啦。分银两的这个比喻，伫迄个所在表现，其实所有的银两拢是主人的。主给我们任何恩赐才干，都要忠心让主用。主所予咱一切的这文书甲材料，拢应该互主来所录用。主按我们的才干，就分给我们个人不同的银子。主照着咱伊所想数，互咱的材料，也照共款分数，互咱这文数。5000的、2000的、1000的。有5000的、2000的、1000的。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能够运用的去运用的。总是每一个人拢会当照着家己会当去运用的来运用。按你该使用的分配的。爱照着你所录用的去分配。是你会祷告，会做先知讲道，会医病，会说方言，这些通通都是按你的需要，他分给你。所以咱所得到你的医病的赶鬼的祈祷，会当讲道等等这些代志，文数拢是上帝所分予你的。那个领5000的赚5000，领2000赚2000，都因为他们忠心。领5000的赚5000，领2000的赚2000，拢是因为因有忠心。所以上帝来给，就是主人给仆人那个奖励的时候，是根据他的忠心。所以主人来鼓励、来奖励奴仆的时阵，是根据伊的忠心。所以他加冕的时候，你赚5000、赚2000，赚的多少都劝勉，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伊咧鼓励因咧甲劝勉的时阵，无论是赚5000还是赚2000，伊所讲的话拢总是共款的。你看那个圣经是写着：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看圣经的时阵，对着5000对着迄个2000的所讲的话，拢是共款一句话。你这又个良善个忠心的仆人，你伫无偌济事上有忠心，我要甲真济代志来派互你管理。是一样的加冕，拢是共款讲这鼓励的话，一样的奖励，共款的奖励。那个不忠心的仆人，把他该用的恩赐藏起来了。迄个无忠心的仆人，将着伊应该
爱路用的文士甲伊藏起来啊。后来还说主人坏话，了后，佮讲主人的歹话。主人说他又恶又懒。啊，主人就对这个仆人讲：你又个歹又个笨蛋，把他银子收回来，然后呢，要把他赶出去。了甲伊的银两收倒，等下佮甲伊赶出去。啊，这三个比喻信息的重点都是要忠心。这三个比喻内底的信息的重点，拢是讲到爱忠心。忠心是什么？那呢，忠心是啥物？管家的比喻里面，其实那个忠心就是要我们彼此服侍。管家的比喻内底讲到忠心是爱彼此来服侍，彼此做仆人，彼此来做奴仆。忠仆就关心其他的仆人，忠心的奴仆就会关心其他的奴仆。那个恶仆会对主其他的仆人攻击。歹的奴仆就是会对主人其他的奴仆伫迄个所在来甲伊攻击。童女的比喻告诉我们，忠心就是要用预备来表明对主的爱。在小路的比如所讲的忠心，就是爱准备来表明对上帝的疼痛。预备灯油其实是小事情，准备这个灯的油，其实是小可代志，可是那是忠心的态度。但是迄是忠心的态度。分银的比喻告诉我们，忠心是要负责任。分这个银两的比如是讲到人的忠心，就是必须要负责任，要管理好主托付我们的工作，爱管理好主人所托付咱的工课，因为他把他的产业托付给我们。因为伊将着伊的产业来托付给咱。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13章52节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好像一个家主从库银里面拿出来新旧的东西。”所以马太福音13章迄个所在讲，既然是文士受教来做天国的门徒，就亲像一个主人对着伊的仓库内底提出新甲旧的物件来。什么是新旧？那呢，什么是新的甲旧的呢？是新旧约对人的启示吗？那呢是新旧约对人的启示吗？也是，因为那是主的真道，嘛会当安尼讲，因为迄是上帝的真道，是圣经的道，是圣经的道，但是也是要我们去传讲的道。嘛是咱爱去传讲的道。主叫我们切莫做先知讲道，主讲咱爱切切较无做先知来讲道。要他把各样的供应给我们，伊会甲逐样的供应来赏赐予咱，托付我们，来托付咱，照我们的才干，按他的旨意给5000，给2000，照着咱的材料，照着伊的旨意，互咱照着伊的旨意，互咱5000、2000，还有1000的。也有1000的。传真道就是要把主托付的运用好。传真道就是甲上帝、甲主所托付咱的来甲运用而好你势。怎么用主给你的恩赐呢？你怎样来录用主所予你的恩赐呢？如果你能够增加你的恩赐，你就成为真道的宗仆。即使你若会当增加你的恩赐，安尼你就是主忠心的奴仆了。所以3个比喻提醒我们3方面。所以三个比喻其实提醒咱3个方面。第一个是要关怀，第一，应该爱关怀，服务弟兄姐妹，按时分粮，互师兄弟姊妹照时间来分粮食，把主的道分给大家。甲主的道来分予大家人。第二个是要预备，第二个是爱准备，等候主的时间里面，你要有预备。听候主的时阵，你爱有准备。我们要预备油，要为主，随时要为他发光。咱爱准备油，随时来为主发光。油是为发光用的，灯。油是为着发光来用的，伊正做灯。第3个是经营，第三个方面是爱经营，要用你的恩赐来做好管理，爱用你的恩赐来做好的管理，让主的恩赐倍增。互主赏赐互你的恩赐加倍来加添起来。主的那些家业，那恩赐是什么呢？主的家业是啥物货呢？他的家业还是教会。伊的家业就是教会。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跟我们教会去育幼院。我少年的时阵，定甲教会兄弟姊妹去在孤儿院。我们住台北，所以那时候有华新、有义光，还有圣道。阮伫台北，所以伫迄个时阵有正道华新，还有个什么？第一个是什么？那个华新、华新、义光育幼夜院。光，对。
华兴是在阳明山，华兴是伫阳明山我们都以为他是华兴华兴棒球队，啊，咱拢准是华兴棒球队，他不是为棒球队预备的，伊是为了棒球队有备的。他是蒋夫人为一群为国战死的那些孤儿建立的。伊是蒋夫人吼伫迄个所在为着遐战争死亡的遮囝儿孙来有备的。那些孤儿都叫他院长，遐孤儿拢称呼伊做院长。那些孤儿每天在育幼院里面要打扫2次。伫迄个孤儿院内底，遐孤儿一工爱摒扫那校两园届。树很多，所以落叶很多。因为迄个校园内底吼这个树啊真济，所以树叶嘛真济。扫完了还会掉下来。扫了伊个落落来。所以有人就问他们说：“你每天只要扫1次不行吗所以有人就甲伊问讲是安怎？咱就一工扫1摆就好，敢袂当？”对啊，早上扫完就干净了啦。因为知影扫了就搁清气啊。为什么下午还要扫1次？是安怎下晡还搁扫1摆呢？他们说，因就讲院长可能白天回来，可能晚上回来，我们要预备好。伊讲院长可能早时转来，可能下暗转来，所以阮来准备好。我们的态度有没有像这些孩子？咱的态度敢有亲像这囡仔共款？他们把他们的心朝向院长，我们的主其实是随时会回来的。我们的心有没有朝向我们的主？因这囡仔因的心来응着院长，因为知影伊唔知影伊啥物时阵会转来，总是因主有备好势，总是咱的心，咱嘛知影主耶稣基督会转来，但咱敢有准备咱的心，安尼来迎见上帝？我们怎么预备主来？咱怎样备办主要来这项代志？分银的比喻说明忠心仆人怎么经营主的家。分这个银两的这个比如讲到这个中心的奴仆是怎样咧经营主的家庭？我们都以为那里有3个仆人，一个拿5000，一个拿2000，一个拿1000。咱总是伫迄个所在感觉讲伫这当中有3个奴仆一个摕5000的，一个摕2000的，一个摕1000的。对主人来说，其实只有2个仆人。对主人来讲，其实只有2种奴仆，一个忠心善良，一个又恶又懒。一个是忠心善良，一个又个是歹又个笨蛋。这3个比喻其实都是说2种人。所以3种比喻其实拢是讲到2种人。这个比喻除了强调预备，还告诉我们说，那个预备不只是消极等待，而且要积极行动。伫这个3个比喻内底，拢讲到着这个有备，并且迄个有备，毋是干那伫迄个所在等，更较重要，伊要有积极性的这个行动。我们要认真做好，等主回来就会给我们肯定。咱爱认真甲伊做好，安尼主倒转来的时阵，伊就会对咱有肯定。我们要用我们的恩赐把事情做好。咱爱用咱的恩赐甲代志做好势。恩赐那个英文叫 talent，talent 就是他连得。有恩赐迄个英文做 talent 就是圣经内底咧讲的迄个他连得。那个意思是一种财富，那个上天给你的能力啊。他连得就是恩赐，就是上天互你的一个礼物。其实我昨天在中山大学教自由班1整天。昨我规工伫中山大学来教这个自由生，一早教到晚上。对，早下透早到下暗。我曾经主持那个资优生的辅导计划，大概有25年。我捌辅导这个自由生的计划，差不多有25年。现在我每年就只去1天，我把所有课都集中在那一天里。我即马只是家去规工我甲所有的课程来集中伫一工。资优生英文就是 talent， 自由生伊的英文就是叫做 talent， 就是他连得。就是表示他有那种要发挥出来的潜在的能力，就是表示讲有迄个发挥，会当发挥出来潜在的能力。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仆人不同数量的钱。耶稣基督给咱每一个奴仆无同款的银两，无同款的钱。那不单是给我们的才能，而是给我们的机会。伊毋是干那，给咱这的才能，伊更较重要。其实就是才能本身，伊就是要给咱一个机会。每一个人得的机会不同，那每一个人得到的机会也无同款。我们每个人都要忠心使用这个机会，等到主来。咱就每一个人拢爱忠心来使用这个机会，一直听候到主过来的日子。所以做好准备，就是要忠心完成主给你的任务。所以做好咱的准备的意思，就是讲爱忠心去完成主所交代予你的任务。分配任务在主人，分配的
分配任务在主人，仆人只要忠心做好你分配到的任务。主人分配工作给咱，了后奴仆所爱做的，就是去完成主人所分配给咱的责任，安尼就好。所以你不要去选择，也不要去比较，你是5000呢。所以你唔免伫迄个所在选择，唔好提起和人伫遐比拼。这个比喻里面有2个字很可怕。这个比喻内底有2个字非常的恐怖。在第19节，第19节，那2个字是算账。迄2个字就是要算账。因为主一来就是交账的时刻，他要跟仆人算账。因为主一个转来的时阵，伊就是甲咱就是咱爱交销的时刻。迄时阵，主人就要甲咱算账。所以给钱叫你是去做生意。所以伊予你钱是予你去做生意。做生意要赚钱，不是意外的。做生意要赚钱，不是意外的。我们有一个成语说“生意盎然”，生意盎然，说明呢就是生意是生生不息，盎然很多。华语内底有一个成语，或者生意盎然，意思就是讲生意强强滚。宗仆听到了就做了，忠心的奴仆听到伊就去做。耶稣给他的报酬不是给他奖金，耶稣基督予伊的报赏，不是予伊奖金，也不是发红利，嘛不是分红来，是给他更大的责任，是予伊更较大的责任。所以，尽管你当初5000的、2000的，有这个责任有大有小。无论古早的时阵，你是5000还是2000的，这个责任内底有大有小。但是得到的称赞没有分别，但是得到的恶乐是无分别的。那个恶仆拿了钱不做事，迄个歹奴仆摕了钱唔做代志，不在乎主的托付，伊则无咧插主人对伊的吩咐。他藏起来还怪主人贪心。伊搁伫迄个所在甲伊藏起来了，搁怪主人你伤过贪心。在宗仆，他在教会里面服侍，他没有说我要力保清白，他是积极尽责而已。这个奴仆忠心的奴仆，伊毋是讲我要伫这个所在来保护家己的清白，总是伊真尽心尽责任。所以那个恶仆就是尽量保持他不要碰。总是呢，这个歹的奴仆，伊总是伫迄个所在保持讲我莫捌遮好啊。所以主会说他又恶又懒。所以主人会讲伊又搁笨蛋又搁歹。恶就是因为他认为，赚的钱还是归给主人呢，他没有好处。伊这个歹的本身的意思，就是讲伊虽然有赚到钱啊，总是迄个钱到尾也嘛是归伫主人遐，我也无得到啥，也无得到汤，也无得到粒。那个懒就是因为他用这个机会，用借口，然后逃避工作。迄个笨蛋呢，就是伊借着这个机会了刀片工课。教会里面可能也有人会说：“我没有口才，我不能做这个，我不会做这个。”他不肯服侍。教会内底敢有有人安尼讲我也袂晓，也无口才，也袂晓做这，也袂晓做迄，用安尼来刀片服侍。他可能借口说1000太少了，不像5000才能发挥。有的人嘛，感觉伫说，哎呀，我敢若这一喙啊，我啥物拢袂晓做，我也无亲像迄有5000个，我无法度发挥出来。1000少吗？1000敢有少？1000银子那个 talent 的原文就是其实意思是6000钱。伫迄当中一个talent 这个字，其实就是6000钱。那个工人做一整天只是1000，工人做规日就是敢若1钱。所以1000银子那6000天的工资，所以安尼6000工的工资。将近20年了，1000天差不多是20年一个工，6000天20年的工资，那个薪水怎么会是一个小数目呢？所以呢，伫迄当中就是这个20年的薪水，哪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数目呢？你好好用，一定1000也赚1000。你若是好好来甲伊录用，一定1000嘛会赚1000，也一定被主称赞，一定嘛有主称恶乐。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路加16章的第10节。咱同齐做伙来读路加福音16章10节。耶稣说：“请来，耶稣讲，人伫上细事上忠心，伫大事上嘛忠心，伫上细事上不义，伫大代志嘛不义。”你如果要努力经营，是要付代价的。如果你若要努力来经营，你就的确爱付出代价。但要逃避的话，那要付更大的代价。更较恐怖的是，你若要逃避，其实爱付出的代价更较大。第2次大战初期，美国东岸有一个大家庭。第2摆世界大战的时阵，美国的东岸有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怕战争哦，那个时候欧战打起来，他会把美国卷入。但迄个家庭呢，伊伫迄个所在啊，当欧洲开始发生战争的时候，因就会伫迄个所在惊，讲啊，这个欧洲的战争会甲美国加入去。他们要决定搬家，他们就要研究哦，哪一个地方没有发生战争过。所以因就伫迄个所在开始研究啊，什么所在会袂发生战争。啊，原来有一个小岛，那里从来没有战争，没有人会注意那个小岛。了后因就伫迄个所在啊，看到想到啊，知影讲有一个细细的岛，伫迄个所在对头到尾拢毋捌发生过战争。全家就搬到那个小岛了。啊，全家拢搬去到迄个细细的岛。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后来那个太平洋战争，他们家变成了战场。结果呢，总是无想到，听下到后摆战争发生的时阵啊，太平洋战争发生的时阵，因兜迄个岛变做是上界主要的战这岛场。被日本占领，然后他们不但没有逃过战争，而且还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结。果呢，尾啊，迄个所在哦，互日本去甲伊占去，因不但是无逃过战争，反倒转伫迄个所在，因伫迄个所在变做一个上界大付出生命的代价。好，我们要怎样增加我们的恩赐呢？咱要怎样来增加咱的恩赐呢？从小事做起。对细项的代志开始做。神重用的仆人，不是一开始就做大事。所有上帝所录用的奴仆，拢毋是一开始的时阵就做大代志，先在小事上忠心，拢是伫小可代志顶面忠心。有做奴隶、做牧童、做跟班的，有做奴隶，有做这个雇羊的，也佫有做这个对人后壁下骹手人的，然后一步步长进。了一步一步一步起来。圣经跟我们说，反正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圣经讲，既若有的，要佫加添予伊，互有春。如果没有的话，连他所有都要把它夺过来。即使若是无的呢，连伊原本有的嘛安怎，拢佫甲夺倒转来，抢夺倒转来。所以不管你有多小多少，都要忠心服侍。所以无论你有偌济偌少，拢总爱忠心服侍。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5000的。咱大部分的人拢毋是5000的。我们有一个叫柯 P， 对不对？台北市长哈，他是自由生啊。然后他如果算一个 talent，咱有一个市长，台北市长或者柯 P， 即使咱若讲伊的文书是一个 talent， 就是一个 talent。对，那我们呢，其实都不到1000，都不是一个 talent， 因为他是自由。但是咱呢，拢无算到，因为伊是一个 talent， 伊是一个 talent， 伊是一个自由生。我们都是凡人，咱拢是平凡的人。那上帝乐意拣选凡人，总是上帝真欢喜来竞选平凡的人。凡人可以成就大事，平凡的人会当成就大的代志。耶稣自己选的都是些渔夫、税吏、平凡的人。耶稣基督所竞选的，拢是一寡掠鱼的税吏，一寡真正平凡的这些人人。到了使徒行传都成就大事。这些人来到使徒行传的时阵，拢成就了大代志。事实上，就算2000、5000的在主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少。所以，就是无论2000还是5000，其实伫上帝面前，拢是平平啊真少。我们就看耶稣怎么说。咱就看耶稣基督安怎就讲。算那个另赚5000的仆人主对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咱来看迄个另外个趁5000的主是安怎对伊讲的呢？耶稣说：“你在怎样的事上有忠心？耶稣是安怎甲伊讲？你是伫什么款的事上忠心呢？怎样的？安怎呢？不多的事。是讲伫无偌济代志的顶面。然后主说：我要把怎样的事给你们，派你管理。了主安怎讲？主讲我要安怎样啊？甲代志派你管理呢？是许多的事，是真济的代志。所以不论原来那个5000、2000、1000，其实在主看都是不多的事。所以无论是1000、2000、5000，伫主来看拢是啥小可代志，都是小事。拢是小可代志。小事是为做什么？小可代志是为着要做啥物代志？为做试验用的，为要做试验来用的。看你忠心不忠心。看你有忠心也无。为的是将来能够把许多的事，为着是要后摆将着真济代志，许多的大事派给你管理。将真济足大的代志来交代互你。如果1000都做不好，只怎么给你5000的大事呢？即使若是1000都做袂好，要怎样交代你做5000呢？所以1000都要夺回来。所以就甲1000个搁甲伊抢倒转来。在偏远的教堂里面，那个被主遗弃的长老，最后他遗弃了主，最后被主遗弃了。伫迄当中咱谭督者讲的迄个故事内底，伫偏远伫真远迄个教会内底，
来放杀耶稣基督的长老，将其落尾，互耶稣基督来放杀。但是那个小女孩因为她的忠心，她救了全村人的性命。总是迄个查某囡仔，因为细细汉迄个查某囡仔，因为伊对主的忠心，结果安尼来救了规庄的人。丢在地上的真的只是一个画像，但伫涂骹真正是只有一张画出来的像，但她表达的是对主的忠心。但是伊所表达出来是对主的忠心。你愿意像这小女孩一样吗？你敢愿意亲像这个细汉查某囡仔同款？我们应该把万事看作有损，以咱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至吧。咱应该将着万项代志看作有损害的，但是咱爱认捌耶稣基督做咱的至宝。小事的中心是长期的学习，小项代志的中心是久长的学习。我求主遮盖我底下的见证，他的宝血遮盖我。求主上帝遮看我下面所要做的见证。我的见证都是主的恩典。我的见证拢是主的恩典。我在台北大坪林教会贵格会，然后做主日学老师校长。我伫台北大坪林教会做主日学校长。中心，然后到了美国，然后我们读博士的时候，我们带过查经班，我们成立一个查经班，后来带那个。我伫美国读册的时阵，阮成立了一个查经班。时间到了，我们回国。时间到的时阵，阮就回国，倒转来国家。在大坪林教会，在大直教会做执事。伫大坪林教会伫大直教会做执事。一直到武昌教会教了成人主日学，大概20多年。了，我到伫武昌教会教这个成人主日学教了超20年。也做福音广播，做了3年半。嘛做了福音广播3年半。每一样工作不管大小，都是做到一定的时间。主说好，学完了，功课结束。无论倒一项服侍，我所做的拢是一直做到主对我讲好啊，安尼你学会晓啊，安尼才结束。对，从儿童主日学开始，然后一直到他结束没有就停止，给我新的功课。就对主日学开始做了，我一直做虽然这个阶段做了，总是做了的时阵，并不是结束，乃是主给我一个新的阶段的服侍。我在大学本来教专业科目就好了。我伫大学原本只要教专业科目就好啊。到了时候，主又说你要教宗教与人生、生命伦理或者科学与信仰。到伫中学，到伫大学教科目的时阵，主了后，佫甲讲我爱教人生甲生命伦理、科学甲信仰。又到了时候派我到中学当校长。时间佫一个过去，主找我到中学做校长。我没有做过校长，而且我连高中的毕业证书都没有，然后他叫我去高中当校长。我伫当中毋捌无做过无开始，甚至迄个时阵我抑佫无中学的这个毕业证书，总是伊就叫我去做校长。每一样给我的事都是从我不会、我从来没做过的开始。每件代志拢是对我未晓、对我毋捌做过开始的。我没做过，人说我不会，我没做过就不做吗？我毋捌做过，我敢会当讲我未晓，我无做过，安尼就免做吗？当主让我去中台做院长，我从来不敢的。主找遣我去中台新学院做院长，我对头到落尾，我拢总是毋敢的。如果我没有去做，我永远不会做。但是我若无去做，我就永远拢袂晓做。我知道只要忠心去做，上帝会负责一切。我知影，只要我若忠心去做，上帝负责一切。耶稣问：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耶稣基督咧问：什么人是忠心有见识的奴仆呢？就算教儿童主日学，你要按时分粮。就算咱就是敢若教一个囡仔，咱更较是爱照着时间来分这个粮食给因。分粮好像是就你要编教材、打讲义，可能出作业，可能要影印装订、打扫、排出位置给他们，还有很多的都是要花时间的。
来教主日学的时阵，你可能爱伫迄个所在编写教学的课程，爱拍 PPT 了，爱摒扫，爱排椅搁爱派作业等等，所有真济繁繁杂杂的工作，拢是爱付时间的。不管你现在做什么服饰，都是做仆人。无论你即马做啥物款的服饰，其实请会记，拢是咧做仆人。在主眼睛里面看，都是不多的事。伫上主的目睭内底来看，拢总是无偌济代志，是为试验用的，是为着要试验你要看你是不是忠心。要看你是毋是有忠心。马太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服侍2个主。马太福音伫迄个所在讲，一个人袂当服侍2个主人。谁是你的主？那呢？什么人是你的主人呢？1996的夏天，天气炎热，我在大陆南方一个城市里面传福音。1996年的时阵，伫热天我伫这个大陆的南方迄个所在传福音。那边经济起飞，很多人买汽车，买车他就应该是车主。伫迄个时阵经济愈来愈好，所以就有真济南方的人拢伫迄个所在买车。你买车的时阵，应该你是车的主人。可是我看到车主怎么在大太阳底下满身大汗，搞自己弄得又脏又湿，给他车子在那边清洗、冲凉。总是呢，我看到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是这车的这个主人伫迄个所在大粒汗、细粒汗伫遐用水甲这个车冲互伊甲伊冲互伊凉伫迄个所在洗车。好像车子变成他的主。跟看起来说变做车是人的主人。主给我们车子、房子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换主人。咱的主，互咱有车、互咱有厝的时阵，咱来设置，咱唔好甲迄个主人颠倒头变过。在奥运比赛前，每一个国家的选手都努力训练。伫奥运比赛进前，所有的选手拢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选手拢真认真地训练。40年前有人调查，40年前有人调查。如果你马上要跟别国的选手比赛了，即使你若是马上要和其他的国家的选手来比赛，我现在给你一种药，你吃了保证你得金牌，但是5年后要你的命，你要不要吃？就是迄个，我互你，若即使若是安尼的时阵，我互你一种药你食落的时阵马上你就会当得到金牌。总是5年后，你一定带起来。有一半的选手说会。安尼这个药你要食无？一半以上的选手讲会。他们爱金牌胜过爱生命。因伫迄个所在，爱迄个金牌，较赢过因爱因的生命。所以后来奥运规定奥运会规定，所有竞赛的选手参赛前后都要做尿液的检查。所以奥运队安尼开始就伫迄个所在做一项代志，就是讲伫比赛进前甲比赛以后，拢爱做这个药的检查。药物反应，爱看卖迄个药内底有迄个药物的反应也无。1988汉城奥运有一个加拿大选手那打破了100米金牌那打破世界纪录了然后得到金牌。1988年汉城奥运的时阵，有一位加拿大的选手，那么拍破了这个查甫男性的这个100公尺的比赛的纪录，了后摕到金牌。拿了金牌回去，在比赛完很久以后，那他的尿液里面有兴奋剂的反应。了后的时阵，伊摕到金牌，总是比赛过了后的时阵，发现伫伊的尿液检查内底有这个药物的反应，有兴奋剂的药物的反应。他的金牌被取消了。结果呢，伊的金牌就互人取消一样。男子100米有他的跑道。这个男子的100公尺的比赛有伊的跑道。用药不是当跑的正道，总是呢用药这就是不是正确的路。人会离开正道，人会离开纯正的道路。所罗门就离开了2次向他显现的主。所罗门就2摆离开向伊显现的主上帝。当耶稣说他现在要上十字架，好多要跟随他的人就离开他了。当耶稣基督讲我要上十字架去的时阵，真济过去军队伊的人都拢总离开前面如果是十字架，你还跟随吗？即使头前是十字架，你敢抑个会军队？你会忠心像那个小女孩吗？你敢会亲像？你敢会忠心亲像迄个细汉的查某囡仔？如果有一天你去传福音会被抓，你还会继续说我愿意为主而死吗？即使你若是传福音了，有可能互掠去。
你敢愿意讲主啊，我愿意为你来死？耶稣现在还在问，耶稣基督这时也搁咧问，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什么人是忠心有见识的奴仆呢？那一个小女孩见识不多，迄个细汉查某囡仔，伊的见识无介天赋济，不多，伊所拥有天顶的天这个运数也无济可，是她有忠心，总是伊非常的忠心，就是有了见识，伊就有见识。有了忠心，救了全村性命。伊若有忠心，伊就有法度来救赎人的生命。会像她这样忠心吗？你敢会亲像伊安尼遮尔啊忠心？所以主在问说：我不在的时候，谁在按时分粮呢？所以主咧问讲：我无伫的时阵，什么人是照时间咧分粮食互谁人的忠心呢？管理呢？什么人忠心咧管理呢？谁做仆人服侍人呢？什么人咧做奴仆咧服侍人呢？粮就是主的道。啊，牛就是主的真道。今天大家来了教会，今仔日绝对不要空空的出去。今仔日咱大家来到这个教会，咱绝对唔通安尼空空出去。不晓得你回家的时候会带走什么？唔知影你倒转去的时阵，你会对遮带什么货转去？我看到中台有一些学生每天背着书包进神学院，我伫中大新学院时阵，看到真侪遮学生了后，派着伊的册包入来到伫这个教室内底。他的背包里面有课本、有笔记、讲义、作业。伊伫伊的册包内底有这个课本、有讲义、有作业、笔记。这些是粮还是沙土呢？总是遮的物件，到底是粮食也是沙土呢？如果不用的话，都是沙土。如果若无该使用的时阵，伊拢总只不过是土沙尔。如果它能够用，都是贵重的珠子。即使伊若是会当该用互好势，拢是贵重的珍珠。你看到那个老人过边界，每天带走一部脚踏车。你家看，迄个老大人过迄个边界的时阵，伊逐工拢走私一只脚踏车。3年可能1100辆。 3年可能1100台。我不晓得他在别的班的卫兵有没有又走过边界骑脚踏车回去哈？可是最少这一个卫兵这一次，所以他一天只赚一部脚踏车。总是呢，伫这当中唔知影伊伫别个卫兵的时阵是毋去用掠着，总是伫这当中这个卫兵敢若掠着这一届。那我不晓得你能带走什么。我唔知影你会当带走什么货。那个老人他算是经世之子，非常聪明呢，都知道要把握时机、把握机会带走脚踏车。你知影迄个老大人伊若甲即世伊就是主耶稣所称呼的金世之子、金世囝儿，因为伊真聪明，伊知影怎样有伫迄个当逐工内底拢走私一只还是2只脚踏车。就是为他日后生活做准备的。这是为着伊日后的生活来做准备。我们是光明之子。咱是光明的囝儿，我们岂不应该更用我们的恩赐来争取天上的价值吗？咱敢毋是更较应该运用咱的运数来争取将来咱伫上帝国的价值吗？那是天上的奖赏。迄是天顶的奖赏。走出了教会的大门，行出去教会大门的时，如果你不做真道中仆，最后会被拒绝在神国的大门之外。即使你若无做真道的中仆，到落尾，你会互主赶出去上帝国的门外。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圣经的最后面，是说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就是伫今仔日咱这段经文的上落尾，伊对着这个歹的奴仆所讲的，讲到伊会伫迄个所在哀哭切齿。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接受这个警告哦。咱一定要非常斟酌、非常认真来接受这个警告，因为这是耶稣说的。因为这是耶稣亲自耶稣讲的。说的时候，他非常的认真。耶稣基督讲的时阵，伊是非常的认真的。请廖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来介绍中台。咱这时三甲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伫这时阵听了你的话语，互阮会通确实知影，阮着怎样对你领受所有一切恩赐材料，
阮会晓得用心来甲伊经营，用心伫咧所在来甲伊发挥伊的功用，搁开始阮彼此相听，互相来服侍，通互阮的活命伫迄个所在真正活出主人对阮的期待。阮的主，阮的上帝，恳求伫阮的身上施恩怜悯，互阮会通伫你互阮地面上徛起的日子，互阮确实知影，阮现此时所做的拢是小小的代志，总是这个小小的代志，也伫这个所在咧看阮的态度。主帮助阮，互阮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做每一项代志，直到阮会通对上帝你的面前，互主你看出阮真正的忠心，通叫阮伫主的面前，诚做上帝你的欢喜。当你搁倒转来的迄一日，阮会通伫遐来听到你对阮讲，你这个良善、个忠心的奴仆。主，阮感谢你来帮助阮，来教示阮，来路用阮，听阮当心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底下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中台，没有关系，不用。下面要来甲各位介绍咱中台神学院。1951年的11月，中台神学院成立。1952年11月，中台神学院来成立，到今年就70年。到今年都70年。我们感谢安德森教会弟兄姐妹愿意把今天成为中台主日。感谢安乐信教会兄弟姊妹，甲今仔日成立正做中台主日，让教会跟神学院可以一起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互教会甲神学院会同齐行伫上帝的心意内底，甚至成为彼此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同行神的旨意的两个不同的单位。互咱两个单位会当成做一个同行伫上帝旨意内面的一个合作的同伴。中台培育了上千位的校友，成为建立教会的，等于是一个神学生毕业，将来会成为一个教会，就是种子。伫这70年来，中台神学院栽培超过1000位以上的这个神学生，当讲就是一个神学生若是毕业，伊就是将来一间教会的种子。我们也谢谢梁牧师，他也曾经是中台的，就是校友会里面的这一份子。感谢主，咱安乐信教会廖牧师嘛是中台神学院的这个校友会其中的一个。对，那让这个中台能够再继续往前走，继续的70年。所以咱期待中台神学院会当继续往前来行另外一个70年。你可以怎样帮助中台呢？你会当怎样来帮助中台呢？其实第一个就可以为中台祷告。第一，为着中台来祈祷。我们在潭子那边有买一块新的校地。伫台中潭子迄个所在有另外买一块好咧用的校地。过去3年里面，我们从起那个就是新校地重建的计划，就开始有向台中市政府申请变更地目。过去3年来，咱有甲台中市政府来甲伊申请来变更地目，诚做好的路用。那有15个计划，中间已经通过了11个。拢共有15个计划，伫其中已经有11个拢已经通过啊。到了今年3月，有一个最重要的结果，走了13年也通过，那最难的一个叫做环境影响评估。伫其中今年3月的时阵，上界困难的其中的一项就是环境的这个评估。那现在我们有一个在环保，就不是环保，就是它应该是都发局的审查，是叫都审哈。那个会议上就是都审的第2次会议结束，提了8点的意见，然后我们其他7点都已经满足了。上届落尾收的时阵，阁有一个都市计划的这个计划审查内底，就是讲了8条件，咱爱去完成，其中咱已经完成7项啊。剩下最后一件就是那个条件是，我们到校地的路要8米宽。上届落尾剩一项，就是咱对着要去到校的迄个路迄个路上少要8米宽。
14年前那块地就已经买了， 14年前啊，迄个地就已经买啊。那时候非常偏僻，伫迄个时阵，其实非常的偏僻，是属于台中县的潭子乡。是属于啊台中县的潭子乡。因为都市的发展，台中成为台中都。啊，因为都市发展，所以台中成做台中都。那边成为潭子区。迄个所在原本是潭子乡，即马变做潭子区。神在这14年里面，他的时间到了，他把台铁高架化。上帝伫伊的时间到的时阵，伊将台湾铁路伊这个高架化。潭子的没有前后站，那边原来的稻田现在都是在建大楼，而且非常多的大楼正在建。过去的时阵，潭子是潭子乡，总是即卖的时阵，伊成做潭子区，所以呢，伫迄个所在过去拢总是田，即卖拢咧起大楼啊。然后因为这个都市的发展，他们把这些都东移，然后还有捷运从那边开始。所以呢，因为都市发展呢，因将侪其他的物件刷去到东平这个所在，了后铁路也对迄个所在开始。台中新的好事多就建在那边。台中新的好事多的这个大卖场的起伫迄个所在，伫咱校河边啊。国家把我们的高速公路从那个4号连到台中的74。国家的这个高速公路4号连到台中市的74号这个快速道路。以后你从台湾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角落上了高速公路，你不用碰一个红绿灯就下来，就在我们校地的下面。所以后摆的时阵，你只要对高速公路落来，拢唔免经过红青灯，你就直接会到咱学校。上帝把路开到了学校的前面，但是这一个小段就从你下来的地方，本来都有拓宽到我们学校那个巨新路那一个地方呢，要进去上山的那个路不够8米。总是呢，即马现处是一个问题，就是其他的路拢足大条，总是对着建新路要去到咱校门迄个所在，煞无法度开到8米。那一段路上坡不到300公尺。迄段路上行总是无到300公尺。请大家在祷告里面，其实我从不是环保，就是都发审查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到今天，每天为这个路拓宽最后的我们说最后1里路，其实不到1里就是300公尺的路能够拓宽的来祷告。对着这个都市发展计划迄一天发落来的时阵，我对迄阵开始就逐天为这个代志来祈祷，因为迄段路爱到8米宽，总是即马无到8米宽。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开道路的。我相信咱的主是开道路的主上帝。所以，请你也能够一起来为这一个最后1里来祷告。所以，请咱会当为着上路尾这里路，其实就是300公尺这段路来祈祷。第二个，你可以为中台奉献。第二，就是咱会当为中台新人院来奉献。当你的钱进中台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在那里。当你为着中台来奉献的时阵，你的心嘛会伫中台新人院。不管钱是多是少是大是小，耶稣说他在小事上忠心。无论咱的钱多还是少，主耶稣讲，咱拢总是伫小看的代志来忠心。中台1年有2350万的需要。中台新人院1年内底有2300万的需要。学生交的学费只有其中的1/5。学生交的学费只有其中的1/5。绝大多数是从董事会以及从众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支持。其他5/4是差不多拢是对着董事会以及众教会兄弟姊妹的支持。所以，如果安乐圣教会也加入，就是中台的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伙伴。所以，即使咱安乐圣教会乃会当伫这个事上三甲做伙参与，也是咱新人院一个真好的同伴。最后一个就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身体也献上。上界落尾第3项就是讲，即使上帝呼召若是临到你的时阵，你会当将着家己的活命，将咱的身体献予上帝。在台北有一个政大附中成立的时候，教授都把孩子放到政大附中。伫台北有一个政治大学附设中学，当迄个
附设中学开始的时阵，真侪家长拢把囡仔送到迄个所在去。在中台成立的时候，圣教会的子弟是进入中台。伫中台新学院成立的时阵，迄阵圣教会子弟拢是来读中台新学院。现在也是时候，让我们圣教会的子弟在支持中台的时候，被呼召的时候，能进入中台。即马嘛是这个时阵，毋茫当上帝呼召咱的细囝，呼召咱的时阵，咱也当三甲做伙进入中台新学院受造就。在做院长这段时间，我希望我的忠心。我伫做院长的这段时间，毋茫我家己是一个忠心所以我写的，了一个领袖情操，所以我写了一系列的册，或者领袖的情操，每年出一本，每一年出一版，今年是第6本。今年是第6本。等一下我会在门外，等下的时阵，我伫门口口，我会为中台义卖。我会伫迄个所在，甲为着中台来义卖我所著的册。如果有人愿意为中台的话，一本是200块，就是义卖的，全部奉献给中台，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钱，然后呢，我们会寄一个收据，就是总数总数不是个人的，给安乐圣教会说收到多少本的钱这样。那1到6集合起来是1000元，可是呢，只买第6集是200元。即摆的册内底呢，就是对第1集到第6集的时阵一本是200块，但是呢，6本是1000块。总是设施咱也是干那买第6本的时阵，一本就是200块。了后，我会将着所有对着安乐圣教会所收到的这个册款，拢会甲合做一张哦，合做一张尔哦，毋是个人的收据，是干那合做一张尔。所以会来寄到咱安乐圣教会，因为这也是要奉献整个中台。圣诞节如果你希望送礼物给人家，你也可以买一本送给人家。即使圣诞节的时阵，你若咧想讲要送啥物礼物这本册真好，会当特地来甲各位推荐，会当做礼物来送人。如果你希望有作者签名，我就在外面。即使咱也是毋茫这个作者会当签名，安尼院长会伫礼拜堂外口迄个所在为各位来签名。谢谢大家，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来，亲爱兄弟姊妹，这时阵咱要三甲做伙来奉献。你已经有听到院长今仔日甲咱分享的信息，互咱无论是伫咱的财能、伫咱的运势、伫咱的钱财，同样内底的经营。那么呢，院长伫这当中有将到这个中台的需要以及伊的发展未来，放伫这个所在，有甲咱。做了的介绍。以后时阵呢，你有看到这个中台新学院主日新学主日的这个奉献地，咱会通将咱对着中台的关心来解放伫内底，用现金来奉献来关心。这是院长对咱所讲的这是第2部分，用钱财的奉献。第1个是代祷，第2个是奉献，第3是献上咱家己来成做一个传道人。所以呢，伫这当中，咱会当将到咱奉献对着这个新学院的关心奉献，来同齐做伙来奉献。即使咱若是今仔日无真方便的，咱也会当伫迄当中甲后壁这个所在，只有几项，咱会当照着年月日。来奉献，咱会当伫个所在做有约奉献，所以呢，请兄弟姊妹会当三甲做伙来服侍。就亲像院长所讲的，无论多还是少，介重要的一项代志，是伫主的面前的忠心，迄就是咱伫主的面前会当互主所纪念的。咱只是三甲做伙额头来祈祷，主平安的上帝，也是赏赐互阮温顺力量。以及活命，主这一切拢是对你所来。但愿伫你所赐予互阮的一切财情、性命，以及所有的快乐、温顺，主，愿伫即时用敬虔甲感恩，要来回应你的听。圣灵恳求伫阮的心中感动引带阮，互阮知影怎样。来经营、来运用你所托付阮的一切，阮求你的灵来感动引带阮，互阮会通对上帝国、对着神学教育
有一份的疼甲忠心。愿同心伫主的面前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着有备咱这个奉献了，咱家放伫这个奉献地内底，或者是咱会当伫后壁这个所在来有约奉献。咱伫主的面前来回应上帝今仔日对咱所讲、对咱所提醒。咱这是三甲做伙来吟唱圣歌21首，同齐来奉献。我的生命献予你，任你所用尽一生。我时间献予主，归荣耀你靠荣光。我的手顺你命令。照主圣旨来使用，我的脚也愿奉献，为主奔走无野心。我的声音予你用，歌声学了主无听。我也奉献我嘴唇，传扬福音救灵魂。我的金银献予你，使用拢准你旨。我的在灵你所说。愿意行你做工具，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纪念你心中的纯正，纪念你对伊的忠心，纪念你伫伊的面前所做一切服侍。各愿圣灵亲自运行伫你的心中，引带你的心思意念，通予你伫所做的事上照主的旨意来行。各愿主亲自帮助你，互你备办好家己，因为知这一位疼咱的主，也是将来要甲咱算账的主，互咱会当同心有备好势，用敬虔的听候，伫主的面前，直到以来的日子，互恁完全无通指责，并且丰丰富富进入伊为你备办永远荣耀的国。甲伊三角徛起，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彼此请安，愿上帝赐福大家。咱会通到外口的所在来参观参考这个册